各位晨型人，各位奮鬥 B， 你嘅互聯網嘴替兼每日狀態分析師 online 啦。如果你碌到呢條 video 呢，證明我哋有緣。唔好諗啊，即刻喺留言區打低大吉大利，橫財就手，接收今日份嘅專屬好運。好啦，咁我哋唔搞虛嘢，傾嘅係 feel 同埋 vibe。6月8號嘅宇宙天氣預報嚟啦，整體天晴，不過個 system 呢自帶咗幾個隱藏彩蛋同埋驚喜筆。今日個天係派緊份 open book 考試卷，所以我哋嘅通關秘笈就係 hold 住我哋贏硬。首先最緊要嘅，今日咧開運穿搭指南，幸運色係型格黑、高級灰同埋簡約白。呢3個色可以幫你隔絕外界嘅雜音，保持內心平靜，令你睇落 professional 又穩重。至於避雷色咧，就要盡量少絕大紅色。今日呢隻色好易令你變做行走嘅箭靶，惹埋啲唔必要嘅是非同關注。好，首先睇下今日狀態 A-OK 嘅幸運寶寶。咁唔該晒，開一開你哋嘅凡爾賽屋。首先出場嘅係屬鼠同屬龍嘅朋友，今日你哋係靈感部首加社交達人，個腦轉得快過摩打，勁適合搞 creative King project。喂，如果你咁啱仲係雙子座或者獅子座，咁恭喜晒！今日你張口好似開咗光咁，記得笑多啲，讚多啲人。啲好嘢會自動埋你身。跟住屬蛇嘅朋友，你哋今日嘅 keyword 係專注力 max， 出面啲風風雨雨都唔關你事，非常適合沉澱自己，搞掂單大嘢。尤其係天蠍座嘅蛇仔蛇女，你啲直覺準到爆，覺得呢單嘢掂就放膽去馬啦，衝啊！好，跟住講下需要 a little bit 調整狀態嘅朋友。今日咧，我哋主打一個佛系養生。屬虎嘅朋友留意啦，今日個能量場同你有啲唔夾，好易無啦啦就燥底。救命 tips 聽清楚啦，全日開啟以毒積福，主打禮貌 mode， 少啲八卦，少啲發表偉論。仲有正南邊係你今日嘅信號盲區，叫外賣記得避開，特別係白羊座嘅虎仔。今日麻煩將衝動係魔鬼刻上心口，講嘢前心中默數3秒，維護世界和平。仲有我哋嘅雙魚座同埋巨蟹座寶寶，你哋今日就好似一嚿情緒海綿，特別容易 absorb 人哋啲負能量。記住啊，幫自己起個心理結界嘅，人哋啲花生食客啦，就算唔好上心。好，嚟啦，大家最期待嘅發達開運小貼士環節，我哋用環境心理學幫你靜雞雞 set 好個靚 mood。第一，事業能量位正東方，今日 office 嘅正東方係思路清晰嘅能量場，你可以喺台嘅左手邊呢擺杯清水或者一盆小植物，呢個小動作可以幫你 keep calm 理清頭緒，話唔定諗到條絕世好橋揾真銀。第二，社交魅力場西南方，想擴大朋友圈嘅朋友，今日可以向西南邊行多啲。呢啲唔係迷信，係叫你主動啲，打破固有路線，創造新嘅機遇。第三，今日清 cash 小儀式 ，lunch time 收5分鐘，戴上耳機聽首純音樂，或者喺備忘錄寫低3樣令你開心嘅小事。呢個小動作可以幫你清一清個腦嘅 cash 他觸電再嚟過。總之今日就係考驗我哋 EQ 同智慧嘅一日。順境嘅時候做多啲，逆境嘅時候諗多啲，穩住個心態，你就係全場嘅 MVP。今日你係咩生肖咩星座啊？準備住咩色衫啊？留言傾下偈，我哋聽日見。